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字裏行間，我係 William。今日我哋去到思考致富嘅最後一集。我哋之前學過好多嘅法則，譬如啦，有渴望啦、信心啦、自我暗示啦、知識、想象力、計劃、決心、毅力、智囊團、激情轉換、潛意識、大腦、第六感。你可能覺得學完咁多之後，你已經 ready 好啦，但希爾話仲未啊。佢話啦，就算頭先講嘅法則你都學識晒，如果你心入邊呢住住呢六個惡魔，所有努力都會化為烏有。呢六個惡魔呢，唔係外在嘅敵人，而係你自己嘅恐懼。希爾就話啦，我哋人類有六大基本嘅恐懼，呢基本恐懼呢，係所有失敗嘅根源。第一，恐懼貧窮，呢個係最具破壞力嘅恐懼，佢令到我哋猶豫不決，過分謹慎，唔敢冒險，甚至拖延。有咩症狀呢？我哋總係會揾藉口，會話譬如我哋冇錢啦，我哋而家唔係好嘅機會啦，萬一失敗咗會點算呢？第二，我哋恐懼批評，呢個恐懼偷走咗無數人嘅夢想，因為就係怕俾人笑而唔敢試新嘅事物。佢嘅症狀就係會在意別人嘅眼光，唔敢表達真實嘅想法。做事之前呢，仲係會諗究竟人哋點睇我呢？第三，恐懼病痛，對健康過度焦慮，將每一個小嘅症狀都諗成係大病。有咩症狀呢？會經常談論疾病，用健康問題作為逃避責任嘅藉口。第四，恐懼失去愛，害怕被拋棄，害怕孤獨，所以喺情感中失去咗自我。佢嘅症狀包括妒忌、佔有欲強，用物質嚟換取感情。第五，恐懼衰老，害怕變老，害怕失去咗活力同埋吸引力。佢嘅症狀就係唔願意承認自己嘅年齡，對未來感到悲觀。第六，恐懼死亡，對死亡過度恐懼，令到自己無法活在當下。佢嘅症狀就係成日擔心死亡，所以唔敢去做任何有風險嘅事情。希爾就講啦，恐懼貧窮係六大恐懼入邊最具破壞力嘅一個，因為佢直接阻礙咗財富嘅創造。咁呢，希爾再深入講下佢嘅症狀，大家可以對照一下，睇下自己有冇。第一，漠不關心，對生活缺乏進取心，接受任何嘅現狀，唔願意努力去改善。第二，優柔寡斷，遇到任何決定都會拖延，總係等人哋呢幫你揸主意。第三，懷疑，對自己同埋人哋都缺乏信心，總係為事情嘅唔成功去揾藉口。第四，憂慮，總係諗最壞嘅情況，而唔係諗最好嘅可能。第五，過分謹慎，只會睇到事情負面嘅一面，唔願意去承受任何嘅風險。第六，拖延，總係等完美嘅時機，而完美嘅時機永遠都唔會嚟。第七，自我懷疑，不斷咁否定自己，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，唔夠聰明，唔夠資格等等。William 呢喺呢個部分呢都有啲自己嘅睇法。呢七個症狀其實唔一定係恐懼貧窮嘅人先有嘅，其實普通人甚至有錢人呢都會有呢啲嘅症狀。咁戴翻個頭盔先，William 呢就唔係咩有錢人嚟嘅。咁但係 William 呢有時候呢都會自我懷疑，都會過分謹慎，甚至都會拖延嘅。我舉例啊，呢個說書頻道呢，其實我真係諗咗好耐啦。我諗由幾年前已經開始諗噶啦，但係真係諗咗幾年呢都冇開始做過，而家先開始做。咁點解會咁樣呢？咁我成日諗，喂，其實要啲咩器材噶，要啲咩嘢技能噶，要啲咩軟件噶？啲軟件呢又 update 得咁快，啲嘢會唔會唔夠新噶？又擔心呢自己把聲夠唔夠好聽咁樣。咁所以呢，左諗右諗呢，就變成拖延啦，即係等個完美嘅時機。咁但係你真係知道啦，而家聽咗咁多集。完美時機呢係唔會出現嘅，甚至 William 有時候係一種呢咁嘅諗法嘅。與其呢做得唔好，不如就唔好做啦。唔知大家有冇時候有啲咁嘅諗法？即係我都有少少好似完美主義咁樣嘅，一係呢就做得好，一係就唔做啦。咁所以呢，好多事情呢，有時候我都覺得自己係拖延咗嘅。咁但係如果真係好想做嘅話，
我覺得完美主義呢種嘅思維咧，真係要拋棄，因為真係根本唔知咩係完美，就好似畫一幅畫咁樣，你畫完呢幅畫啦，需唔需要畫多一筆先至完美呢？定係畫少一筆先完美呢？呢個結果真係冇人知，最緊要嘅就係踏踏實實去做啦。譬如呢個說書頻道，William 都幾肯定之前錄嗰啲集數咧，有啲可能真係講得唔好，甚至今集都講得唔好，但我覺得唔緊要啦，一路做錯，一路修正啦，下一集會比今集更好。喺度我哋講下恐懼批評啊，我諗喺香港咧，恐懼批評咧都係非常普遍。大家回想下，大家細個讀書嘅時候，咁咧去舉手答問題，咁係咪通常都唔敢舉手呢？阿 William 咧自己咧就唔敢舉手嘅，即使咧係識答都唔舉喎。點解呢？因為咧識答咧都真係有機會會答錯，但係呢啲就係自我懷疑啦。明明識答都唔答，咁點解咁諗呢？因為咧唔答就唔錯，答咗就有機會錯，所以咧都會揀唔去舉手嘅。William 諗翻一件事咧，就會諗下點解會咁樣嘅咧？咁 William 咧就覺得其實同我哋嘅教育係好有關係嘅。我哋嘅社會咧，對於錯呢件事咧，家長或者老師個反應係會好大嘅。William 細個嘅時候咧，做錯事咧，爸爸媽媽咧係會打嘅，即係我嗰個年代，係啊，或者都唔會點同你解釋咁多，做錯就打，咁可能都會講一兩句你點樣做得好啲嘢。咁老師咧都係會咧勁鬧嘅，甚至要罰留堂啊、罰企啊咁樣。即係咧，原來咧喺我哋嘅社會入邊做錯咗咧，個後果咧係好嚴重嘅。咁所以由細到大，你就會養成啦，唔好做錯，要做啱。咁就好似頭先舉手嘅情況咁樣啦。咁點樣先會唔做錯啊？唔舉手，唔答問題，咪一定唔會錯咯。如果呢度有聽眾係已經係在職人士啦，返緊工啦，我諗你都好明我想講乜嘢啦。總係會有啲人咧，就係咧唔做嘅喎。咁佢哋唔做，係咪佢哋冇能力做咧？唔係嘅喎，其實就可能驚錯，唔做唔錯，少做少錯，多做多錯，係嘛？呢個職場文化就係咁樣嘅喎。William 喺度講呢啲咧，唔係聽日叫大家返工咧就勁做或者唔做。我講嘅意思其實唔係咁樣。William 想講嘅就係咧，嗱，如果而家你喺理想嘅範疇入邊想做得更加好，或者有成就，呢啲範疇包括可能係返工啦，可能係你嘅個人興趣啦，可能係你嘅夢想啦，可能係你其他嘅事業等等。如果你真係想做嘅話咧，千祈唔好怕錯，唔好怕俾人批評，立即去做。大家細心諗下，自己嘅人生其實係邊個向佢負責呢？係啲無關痛癢嘅人啦，定係你自己呢？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啦。你自己嘅人生一定係你自己向佢負責。而 William 咧覺得要為自己嘅人生負責咧，講就好易喎，其實做咧係唔容易嘅。譬如咧，當你真係想達到一啲嘅目標嘅時候咧，你可能要有高度嘅自律啦，你有一啲嘅習慣你要拋棄啦，甚至有一啲咧事情你要取捨，真係其實唔容易啊。相反喎，嗰啲批評你嘅人，佢哋做嘅嘢可能好簡單，甚至唔使用腦喎，可能佢哋就喺鍵盤度打兩隻字，或者嘴巴上面同你講幾句咧，阻礙你嘅說話，批評你嘅說話。咁如果佢哋做啲咁簡單嘅事，就可以令你放棄一個要對自己要負責嘅人生，打擊到你自己，其實係咪幾戇居呢？去翻我哋本書啦，希爾就話啦，恐懼只不過係一種心態，而心態係可以控制嘅。消滅恐懼嘅方法咧，就係絕對控制自己嘅思想。你冇辦法控制你以外嘅環境，但係你絕對可以控制你對環境嘅反應。你冇辦法阻止人哋批評你，但係你可以選擇唔俾呢啲批評進入你嘅潛意識。如果你成日都諗乜嘢，你嘅潛意識就會變成乜嘢。如果你成日都恐懼貧窮，你嘅潛意識就會將貧窮變成現實。如果你每日都諗財富同埋成功，
你嘅潛意識就會將財富同埋成功變成現實。呢個唔係魔法，係心理學。好啦，我哋嘅書本呢，差唔多去到尾聲，等我哋快速回顧一下思考致富入邊嘅黃金法則。第一，熱烈渴望財富開始於一個熱烈嘅念頭。第二，建立信心，你相信乜嘢，你就會成為乜嘢。第三，自我暗示，用言語重新設定你嘅潛意識。第四，善用專業嘅知識，知識不等於力量，活用先至係力量。第五，激發想象力，想象力係知識轉化嘅工廠。第六，條理分明做計劃，夢想係需要計劃先可以落地。第七，下定決心，迅速決定，緩慢改變。第八，保持毅力，成功就喺你放棄前嗰一步啫。第九，活用智囊團，借用他人嘅力量，令財富倍增。第十，理解性慾轉換，將激情導向創造性嘅工作。11，開發潛意識，種下正面嘅種子，收穫財富。12，大腦嘅力量，大腦係發送機，亦都係接收器。13，第六感，高度訓練後嘅直覺係成功嘅最高境界。書本嘅結尾講咗一句說話，我覺得係成本書最重要嘅一句說話。呢句說話就係知道呢啲法則，但係唔去實踐，同唔知道呢啲法則其實係冇分別嘅。所以啦，今天大家真係可以做一件事喎，拎出一張紙，寫低你嘅致富宣言，然後朝頭早或者夜晚去朗讀佢。呢個呢，就係思考致富呢本書俾你第一個嘅功課，亦都係呢最重要嘅功課。好啦，思考致富呢個說書系列去到呢度就完啦。呢本書呢，係1937年出版，都接近90年啦。但係裏面嘅智慧去到今日依然啱用，甚至比以前更加啱用。因為喺呢個資訊爆炸嘅時代，思想嘅力量係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。呢本書呢，其實都好厚好長嘅，10集就真係講唔晒。所以如果大家對以上嘅內容都有興趣嘅話，都歡迎自己去買一本自己去睇一睇。我哋下次會開一本新書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